个下去我看这个那花了这个数亿元啊，这个发展了这个台湾啊第一家最好的，包括2台电暖断层，其中有1152切是台湾这个最高阶的一个电脑断层，那还有我们5台这个核磁共振，包括了这个单梯的，那这是三梯的西门子公司用的最好的，它是以病人为中心的，就是说它以前是我们在做核磁共振的时候要叫病人要闭气、要呼吸等等，那这就是用我们的最高的一个人工智慧方式，让这个机器啊能够适用于病人，以病人为中心。那所以这都是一个创举。那另外有一个乳色车，那我们这个乳色车啊，它也相当的好，它是用人工智慧，所以我们在台中、彰化、南投、云林，我们加起来有250万人口。我们的这个乳色车出去以后，回来还会用我们的人工智慧做判读，大大的节省了这个病人的这个时间，也增加它的准确度。同时，它的铺路量啊，是我们一般的乳色车的这个1/3而已。那陶玲她所写的是英文版的，那陈木官陈院长他是中文版的，另一个是强调7+1，来，请帮我拍拍照，请干净好。这一台机器呢，它是一台有智慧的核磁共振扫描仪，它具有生物感知的一个功能，包含的说它可以自动侦测受检者的呼吸、心跳。那配合上人工智慧，那可以让我们病人的一个影像更为清楚、更为精确。那早期我们旧的一个机器，我们要侦测病人的呼吸，一定要么就是在病人的身上绑上呼吸带，可是呼吸带你绑的松紧位置都有可能会造成侦测的一个错误。这一台新的一个机器呢，它是把这个呼吸侦测的一个感应器直接坐在我们的检查的一个台上。那透过这些无线的一个讯号的一个收集，它可以自动感知病人他在受检者他在呼吸他背部的一个位置。那我们也为了服务偏乡的民众，我们也请西门子公司打造了一部乳房摄影的一个巡回车。那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发现他们配备的最好的、最佳的一个乳房摄影的机器。那它的辐射剂量是传统的1/3，它有很好的辐射品质。那它利用人工智慧来辅助病人受检，让他病人的不会受到因为我们做乳房摄影的时候必须把乳房做固定，那会让病人会有比较舒适的一个检查。We're very excited and grateful that Zhanghua Hospital chose Siemens Healthineers as their provider for very, very high-end, high-tech German equipment. And I would like to mention especially 2 pieces of equipment. The first one is the Somaton Force, which is the best CT in the market, which opens up huge clinical capabilities for the physicians, will make diagnosis more precise, more fast, and especially also more convenient for the patient. You don't need beta blockers anymore. You don't. There is a lot of ways of helping patients with renal insufficiencies. The second piece of equipment is a magneton feeder, the most advanced 3 Tesla MRI scanner, which is available, and it's a product and the system which really puts the patient at the center and is making the examination as comfortable and as precise to the patient, and will allow Zhanghua Hospital to deliver even better care to the patient. 后为西门子的1152切电脑断层，阿哥5 MR